月23日为罢免案投票进程上尾拜6礼拜，国民党阵营做伙伫咧台中造势反罢免，因那罢免团体嘛是拍拼咧扫街宣讲。政府要普发1万块，就惊有诈骗集团会利用政策拐人去开户提供人头考照。中华邮政也已经加强开户审查。美国总统川普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答应讲，伫川普任内未来拍台湾，后者表示讲，习近平的约束其实嘛无啥物价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这2天就是这8月23日为罢免案投票进程上尾拜6礼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台中市长罗秀燕等人是做伙伫咧台中造势反罢免，因那罢免团体嘛是拍拼咧扫街宣讲，呼吁民众都爱来同意罢免。票投不同意罢免。8月3罢免投票进程最后黄金就话，国民党党兵伫中台湾办大型造势，要着听面对罢免台中南会殷庆兴、江启臣、颜宽恒。唔是因为讲伊有服务做了好也歹，真简单，政党无共，立场无共，所以甲你罢免。8月23有真侪人认为讲过关啦，过关啦。即马上烦恼的，就是咱的出席率。坚强咱家己，去啊继续留伫立法院，继续来监督，叫一定要顾产业、顾民生。台中市长罗秀燕带领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手，俄罗斯有领导力，两人互动引起外界咧叫国民党主席的选举。罢免团体是甲民进党换人国政，斗阵到市场徛路口，希望争取更较侪支持。后礼拜啦，就是咱投票的日子吼，拜托大家一定要出门，同意罢免。另外一边，伫南投第2选区，国民党立委游好找副任县长张立先，跨县市合体也到市场来拜票。同意罢免。就是啊，再拜托。拜托大家为了台湾，我们要罢免不适任的立委。民进党立委王岐川是去新竹县，助攻国民党立委林书明罢团，罢免案进入最后阶段，挺罢反罢拼6战，全力催票。记者综合报道。8月23除了有罢免案，也阁有这核三厂敢要停放的公投案，嘛要来投票。今仔日获悉联合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是搁再来举行记者会，讲到即马当咧发展 AI 等等高科技的产业，需要核电厂稳定的电力来支持。也毋过针对着核废料是要安怎处理的问题，立委曾随向是批评董子贤根本就无好好来回答。由获悉联合科技董事长董子贤拍开真大看板，238位连署人全部是伫顶面。8月23日要进行全国性的重新启动核三厂公投，政府代表搁再邀集各界专家学者举办连署记者会，8月选前最后一个礼拜日来邮票。他们也纷纷投注在核能的发展、跟研究、跟直接购买核电上面。那台湾为什么要落后呢？人家拥抱它唯恐不及，你却在计较能不能给他一点点的电。董子贤强调电力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程度。不过，进前反方代表民进党立委曾水勇是提出质疑，高解核废料长期放伫屏东，当地民众敢讲是二等公民，更加点名董子贤是不是应该放伫花莲的。17董子贤是讲，一位政治清廉、环境保护、水利核定，拢是一流的国家公民。那好，不要怎么办？怎么处理？完全没有去做回应嘛，这个是一种高高在上啊。那你如果垦丁往上去300公里的话，台湾整个粮仓沦陷呢。核废料议题即阵也未有定论，不过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10年前对核废料反对立场，北讲是甲尻川空天起来，甲你讲好食，你哪会吞得落去咧？专业方重新来检视。吴国昌是向赖清德提出辩论的间贴。如果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他真的对这件事情这么有意见，下礼拜我们加开一场公开辩论。那我们建议他呢，首选当然是跟2018年的黄国昌来辩论，跨时空的一个辩论，精彩可期。因为民众党婚姻关党部副主委林美丽批评国民党对823公投无积极，吴国昌讲合作愈快，国家利益歌舞政党。国民党是发面世呼吁支持核三厂重新启动公投，转来到稳定的能源正路。记者综合报道。
政府宣布要普发现金1万块，即嘛各种的诈骗嘛对咧出现。由邮局的柜台人员发现讲，去开户的老大人干那有变多，就惊是不少人士想要利用这普发现金的政策，怪人去开户提供人头口座。中华邮政也表示讲，已经有咧加强审查机制。对政府宣布普发现金1万确定实施了后，各种诈骗手法也开始出现。先受普发现金简讯诱骗民众点连结，诈骗集团甚至用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名义，讲会使申请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爱民众输入信用卡资讯。正听讲有邮局的柜台人员发现开户时段变较多，要准备领普发1万块。中华邮政是讲开户的户数并无明显增加。我建议提领啊，比较安全。对，也比较放心。就不理他啊，那大部分也是诈骗的。就惊拄到诈骗集团，真侪时段大部分讲袂找人带领，有邮局甲其他金融机构比开户较简单。不过也互诈骗集团上钓，利用人头户转销也是洗钱。对于审计部报告来看，邮局存款口座新开户一年内底转做警示口座，对2002年的602件，当年增加到去年的1456件。其中第转列警示口座进程，邮局已经甲口座设定真侪管制，也是无正常交易口座。对2022年到去年，每年的比例拢超过一半，显示有将近4成到5成的无正常口座，无妨提早来看出来。一旦你的这个户头交给这个诈骗集团之后，诈骗集团就用你这个户头来做洗钱，所以有些人会不小心你的这个账户变成这个冻结的账户。如果说有人要请你去申办一个人头户，并且把你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户头啊，然后申办的一些证件、证明的文件等等都交给他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小心，这基本上都是诈骗。就惊不少人士看到这普发现金政策开户，中华邮政局已经加强开户审查机制。另外，经由甲35间金融同业组成应该视诈联盟，打造邮政 AI 防诈模型，分析客户交易资讯，提升防诈机制有效性加准确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上河病院的急诊室最近打出公告，讲因即马是一个医护爱顾13个患者，这甲标准的护病比1:6是差真济，引发关注。院方就驳回讲，这是因为迄天病人大增加，才会来打出公告，希望民众会当体谅。也虽然这急诊室是无咧看护病比，也毋过卫福部长邱泰源也讲，伊会搁再想办法来解决急诊客源的问题。急诊室门口病人来去去，上河病院是新北重要医学中心。最近有网友伫网络打出急诊室门口字条，顶头写本急诊即阵护病比例1:13，若无多等会使到附近其他急诊。也若护病比例数字引起注意，因为依照即阵3班的护病比例标准，卫福部是奖励医学中心伫这日班达到1:6。急诊其实本身它没有护病比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一阵子就会比较多人哈。所以，而且双个医院位在那个地方，其实一直都是急诊的重症，总是要让它有一个适当的调配机制。邱泰源强调，急诊无纳入护病比例来计算，不过急诊人真侪状况下，确实爱研究7条来调配病人，包含区域整合、甲部入病院建立绿色通道等，以及落实分级医疗，均拢伫陆续执行。上河病院是澄清，急诊护理人力需求是依据这个布局层数加年度急诊就医人数来计算。上河的人力需求标准是68人，即阵有78人，有符合标准。即摆是因为迄天急诊收治病人一时逼真多出来，顾及就医病人的权益，急诊的同仁才会打这个告示出来。那这以职业安全卫生法来讲，你雇主本来就要注重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我们的工作安全。可是我们的现行法规在制定的时候，我们的卫福部根本就没有去看到这一些的法律规范，不只是工时啊，还有我们人员在照护的身心负荷。护理师团体是主张医疗机构设定标准，爱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另外应该爱3班的护病比例入法，门诊状况疏通了后，才有法度改善急诊。对此，邱泰源是讲，先用奖励机制确保病院会使达到3班的护病比例标准，到时阵自然就入法，同时一定会顾到病人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屏东新村的公园路，今仔日是熊破一个大坑，差不多有2台汽车这么大的坑，深度嘛有2公尺深。警方是赶紧去到现场来管制交通。可能原因是近日大雨径流集中冲刷的结果。当然，
这一区原本就是属于高位珊瑚礁岩，是属于广义的喀斯特地形，常会因为长久的大雨或者是侵蚀，会造成所谓的溶洞。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路面破空有6公尺长、4公尺宽，也阁有2公尺，遮尔深，真危险。好在在目前是无传出任何人车受损，估计需要3天才有幅度来修复。所以，请民众若这几天要经过这个路段，就要特别注意安全。继续来看到，伫咧南投县是有一个70岁阿公招8岁的囡仔，参一个63岁山友做伙去爬山，想袂到因为去撞到风台，3个人就地打天都避难。这个阿公甲山友那像是失温上严重，拢叫袂精神。这8岁的囡仔是赶紧来打电话报案，消防单位嘛有派出直升机去搜救，也毋过落尾这个阿公甲山友有关是救无回来。南投县消防局拜6中昼接到通报，一个70岁单身生，带8岁外孙甲63岁姓詹的女山友，8月7日对花莲出发，规划爬南山段，按正17对南投县胜利乡东部落山，但是10日行经过科洛安山的时阵，拄到风台，大布棚劈烂，16早起，囡仔发现外公甲女山友叫袂醒，摕阿公的手机啊报警，消防局随申请直升机救援。后送一位一名年约50岁女性，因为山域事故欧卡的患者至竹山秀传医院。2个患者明显欧卡了啊，那个8岁小男孩目测小儿三角正常。第3架民间消防分队救护车接到通报，分别将3人送病院。病院指出，单身生和詹女士到院进前就明显死亡，研判是失温伤过久，外孙只有小可脱水甲拍伤。阿公的部分，他一来，其实到院前就明显的死亡啊，但是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照急救流程，应该是失温的时间过久啊，所以我们抢救了大概30分钟之后，也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抢救回来。消防署呼吁山顶天气变化大，一定要做好行前准备，而且唔通爬超出能力范围的路线，嘛应早维持通讯设备，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定位资讯，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进前风台丹那市伫咧嘉义县是隆重甲6个拄风地的供电场全部拢扫了了，其中有2搭是共一个业者咧经营，前几工才因为清供电棒清了上万，去罚600万。结果即马跟他确实为着要省处理的成本，直接甲这供电棒甲夹互喙，恐惊是会去污染到周边的产地。这业者也方依照废清法，搁再来开发。满满的光电塑胶铺板蹲伫业者向大塘租的土地，因为铺板重量轻、体积大，再运成本相对悬，业者依序省成本，直接伫现场用破碎机来拍碎。10号来巡视的环境部长潘启明看到，直接照违反废清法开发。像这样的话，就是违反废清法，这个一定要开罚。那有困难一定要提出来，提出来之后，我相信嘉义县政府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他处理，因为这个是属于事业的，他们自己去经营，他们自己要负担这个责任，不能够往外拖。这是第2个新增地方地的供电案场，但那是丰台地嘉义县摧毁6座地方地供电案场，其中新增甲核保署案场是共一个业者经营，进行了因为清理进度伤过慢，2摆被罚600万。想要讲即马个要出就地破碎铺板，互当地人烦恼塑胶废料会污染农地。之前已经有洪水案，虽然后来证实是那个腐殖质的主要影响，可能还有一点点那个铁锈的影响。那但是为了不要让民众有一些疑虑，我们已经阻止他不要在现场做清洗还有破碎的任何行为。急救章啊，就随便破碎，就跟废弃的科棚一样。公部门也是交给厂商啊，厂商就把那些东西破碎，然后就沙滩挖洞直接掩埋。你要盯住厂商是到底要怎么做。根据关注家己供电问题，苏银添认为，政府甲业者应该研究出统计安全的处理方式，避免互供电废弃物甲废弃的蚵仔病同款。环境部表示，已经要求业者限期第19进行改善，若无改善，新增甲核保署案场会个扩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啊，全台湾好天烧热，今仔日上热嘛有超过37度，因为这对流真旺，过头天气是真无稳定。昨伫咧高雄的田寮、旗山这个所在，又传出伫咧落冰角的情形。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开始到拜三，因为受到南风混合影响，天气会变搁较无稳定，搁较高热大雨，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滨江啊，亲像雨上管一直讲伫车顶，各用民众赶紧摕手机啊，翕一个真罕的看景象。气象署昨日暗头啊，对着高雄、田寮、旗山、美浓、内门这所在发布大西北雨及时的信息，提醒民众要注意酷热的天气，可能天顶随便面，无久就落冰甲雨咯。一直在下冰雹嘞，还在下嘞，下很多嘞。高空零星低压报道，和对流发展警告声，18开始到20受南风混合影响，气象署提醒天气依然是无稳定。可能是周一到周三这段时间，到时候在台湾的东侧也可能会有一个高空的冷心低压往台湾接近，所以到时候在下周一到下周三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就是午后对流的发展高度会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也是不排除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因为台湾周围两个正在发展的热带扰动发展真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它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太直接的影响，但是就是刚好提到，可能因为受到它环流的影响，在明后2天在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长浪的现象。18到20受到南风混合北移影响，西半部到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可能，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大水雨。到21到22太平洋高压向西延伸，各地就大致上恢复最温和天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到，这美国总统川普和罗西亚总统普京要会谈进前，有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答应讲，只要伊川普还搁咧做总统，中国就袂来拍台湾。学者就表示，这应该是川普要展现伊个人较强势掌握局面的风格，也其实习近平的约束嘛无啥物会当信任的价值。伫前往阿拉斯加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会面进前，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主动提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讲，只要川普是美国总统，就袂入侵台湾。川普回应感谢这款的承诺了后，习近平又搁讲，但是我真有耐性，中国也真有耐性。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上重要搁敏感的问题，美国应该细致处理牵连台湾的议题，不过无直接证实也是否认川普的讲法。强烈的正讯号就是川普是强大的，美国后面是有实力的，他一切的大局都在掌控之中啊，他跟主要的各国大国领导者之间都有沟通、都有对话。学者认为，川普希望呈现主导外交的强硬风格，就算相关的内容是真的，北京也袂因为一句承诺停止用武力侵犯台湾，有关爱密切观察中国的动作。那立委会主委邱水正昨日出席金门两岸和平消灾祈福大法会，是向中国发声讲应该以和为贵。恋爱和为贵，有话好好讲，在对等尊严的原则，能够正常、健康、有序的来交流对话。邱水正指出，中国对台湾复合性的施压已经成做台海不安、两岸紧张的主要源头，呼吁放弃对台湾有敌对的思维甲无好的作为。也若咱方也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传出明年度范围较快，国防预算决定会达到赖总统宣示的 GDP 3%。金额本身来讲，可能不是重点，而是实质上，国防部应该好好考量的是如何增强我们的国防实力，实质上的增强。达到3%，那对盟友来说，他从数字上可以看到台湾展现自我保卫的决心，从整体装备的提升、国防自主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扎扎实实建构真实的力量。民进党立委分析，咱所讲的范围较快国防预算，包含最后一年度的新型战机、甲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特别预算，还有国防部要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也伫海巡反恐怖分子警察退付的经费等等，符合北约计算的模式，按算伫21行政院会定案，送立法院审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这川普甲普廷会谈，主要就是关注伫咧俄乌战争。普廷是提出6个条件，要求乌克兰得爱将国土割予罗西亚。因为川普这边是报告继续讲停火，是改造讲双方应该爱来准备和平协议。
针对这件代志，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打算拜一要去访问北京。Again, Mr. President, I'd lik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l speak to you very soon, and probably see you again very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Vladimir. Next time in Moscow. 甲普廷会面了后，川普亲像进前所讲的，敲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欧洲多国领袖甲北约秘书长。了，川普伫正式社群写文章讲，各方一致认为，若要无约束力的停火协议，不如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就进一步向和平协议来努力。伊讲，8月泽伦斯基就会造访北京，若一切可行，未来就有一场美国甲罗西亚、乌克兰3国领袖峰会。One or two pretty significant items, but I think they can be reached. Now it's really up to President Zelensky to get it done. And I would also say the European nations, they have to get involved a little bit. Разговор был очень откровенным,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м, и,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это приближает нас к нужным решениям. 那川普通话了后，欧洲各国领袖一致肯定川普终结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努力。不过，其实无讲到川普所讲的和平协议。德国总理梅尔兹是讲，美国甲罗西亚、乌克兰3国峰会应伫欧洲举行，也讲川普对表示，美国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障。Hat uns ja sehr ausführlich dargelegt, wie intensiv mit Putin über Modalitäten eines Friedensabkommens gesprochen hat. Bis hin zu der Zusage, dass Amerika bereit ist,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zu geben. Das ist in der gemeinsamen Pressekonferenz gestern so noch gar nicht zum Ausdruck gekommen. Das finde ich ist ein wirklich großer Fortschritt, dass Amerika bereit ist, solche Sicherheitsgarantien mit uns Europäern zu geben. 不过，根据洛杉矶时报甲路透社这主流媒体引用熟悉内情的欧洲官员的报道，普京其实有向川普讲要取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也就是顿内茨克甲卢甘斯克大约66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对伫扎波罗热甲赫尔松这所在冻结前线是持开放态度。8月泽伦斯基会到北京，搁再甲川普会面。伫这进前，法国、英国、德国这欧洲国家会承办一场时程的会议，协助监督并且落实任何可能的停战协议。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我来关心中东。以色列顶礼拜当批准去，互军队去占领加沙地区。即卖以色列的军队是已经伫遐要强制加沙的居民疏散去南部。这若是去引起国际社会批评。以色列的人质家属嘛发起大罢工，抗议政府选择扩大战争，嘛毋赶紧谈判，互人质倒转来。愤怒的群众行伫特拉维夫街路，为要停场的全国大罢工，做者开始。全以色列有超过400地点加入这场抗议。If we won't stop the country will not survive. It's demolishing the country. Is destroying the label Israeli and Jewish. The Jewish people was not in such a terrible condition since the Holocaust. 目前，哈马斯手头要过50个以色列人质，为救回人质，消灭哈马斯。顶礼拜，以色列安全内阁才批准以色列军队占领加沙市，即马已经开始有动作。以色列国防部宣布17开始稳准发布棚，甲避难设施，予加沙居民，准备将强制向南部来疏散。 תן להם את האפשרות לצאת, קודם כל לצאת מאזורי לחימה, ובכלל לצאת מהרצועה, אם הם רוצים. 韩国国际社会甲联合国拢咧警告，这恐惊引起另外一场灾难，因为基本上过加沙已经无安全的所在，加上欠水欠粮食，即马连来亲友的毛瓦布拢无够。مفخر قبل قاعدين لابن عمي الله يرحمه رحمه الله عليه امبارح دفنا جارنا حبيبنا صديقنا حطنا ابن عمي معاه من قله الوسع في القبور فيش وسع 这几日，以色列军队也开始加大轰炸加沙市，当地一个用来避难的学校，昨仔遭到以色列军队轰炸，造成爆棚内底外口无辜的家庭受害。死亡大部分是囡仔甲妇女，17加沙市的阿赫利病院共款被炸7人死亡。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宣布停发美元或者是美土第2非移民签证，予加沙人，今日接受真少数医疗进度签证。美国伊斯兰协会批评受伤甲得到当兵的加沙囡仔会安尼失去被救治的机会。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天气报理在，咱做回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还佫有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俊。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